高级的学生常常会面临食头路以及生效的两大难题。当年女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甲在地两间科技大学、甲30间知名企业合作，推出解决方案。我们特别寻找了在地的厂家30多家，就是为了让学生在就学期间就能够一边就读一边能够赚钱来解决同学们的家庭的经济问题。那同时就是在学期间，他们就累积了一些就业的经验，不会说在高中毕业之后，他们就是领168的时薪就可以拥有技术。那也如果有心就学的话，也可以一边的跟我们寻找的大学端、科大端能够立刻的跟大学端的来接轨。合作的厂商包含美容美发以及餐饮服务等企业，学校也特别邀请业者上来分享相关议题。分享当中讲到，各行各业受到疫情的冲击，造成即马面临欠工的问题，业者就期待这款的合作，同时进行人才长期培育和训练。侨女工的学生，他就是可以晋升到科大。那在科大方面呢，我们也跟很多企业合作实习的部分，所以未来是希望可以走就是产学合作的一条龙的服务这样子。其实最大帮助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人才的缺口蛮多的，尤其是疫情后全球都在旅馆行业、观光产业，它其实是爆发性的成长。那其实之前在疫情流失的这些人才，我们都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可以找回来。有侪学生为着要做工课，常常发生停学也是互诈骗的案件。这条合作，互学生会当到合作的企业来做工课，毕业了后也会当继续升学，伫企业当中也会当留任也是转职，经历甲学历拢唔中断，为学校甲企业开创新的合作模式。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